我分身家主要係為兩個仔重新分配資產，避免佢哋兩兄弟因為利益鬧矛盾。好多香港富豪中意將仔女嘅財產綁埋一齊，話咁樣先可以維繫家族利益，但我就唔中意咁做。我見過太多兄弟因為錢反目，連屋企門都唔敢入。我唔將澤鉅同澤楷嘅財產綁喺信託入邊，就係驚將來佢哋為咗生意撕破面。我寧願佢哋各走各嘅路，都唔想見到李家變做一盤散沙。澤鉅呢個仔跟住我管長和係超過40年，作風夠穩陣，連霍建寧都話佢守業最得。所以市值7000億嘅長和係控制權，我直接交俾佢持有同管理。為咗澤鉅，我又將長和係重組，長和直接揸住長建、電能、港燈同和電做地產嘅長實就剝出嚟，由家族信託直接管長和同長實。外界話咁樣做可以釋放集團價值，又唔會俾人追擊。其實我就係想幫澤鉅清走啲障礙，等佢守業守得更順。至於澤楷，我冇將佢綁喺長和系入邊。呢個仔細個就成日唔聽話，去美國讀書嗰陣，我俾佢嘅賬戶，佢硬係退翻俾我，話要自己賺學費。之後我借錢俾佢搞衛星電視，佢轉頭就以7倍價錢賣咗，連本帶利還翻俾我，眼都唔眨下。佢唔受管束，中意自由，長和系嘅條條框框會扼死佢嘅憧憬，所以我俾咗現金佢，數額係佢當時資產嘅幾倍。嗰陣佢手頭上嘅電訊盈科、香港電訊加埋市值先至剛過600億。我同佢講，去搞啲長和冇接觸過嘅生意，就係想佢自己去闖。2012年分身家時，李澤楷名下資產淨係得140億港元，卻攞到超300億現金，相當於佢原有資產嘅2倍以上。呢筆資金變咗佢創立富衛保險嘅彈藥庫。截至2025年，富衛已經發展成覆蓋亞洲10國嘅保險集團，仲成功登陸港交所，市值超1000億港元。其實我做呢啲安排好簡單，唔想佢哋兩兄弟綁埋同一條路走，又唔想李家嘅家族觀念散咗。而家睇落，澤鉅守住長和嘅基本盤，澤楷喺保險業闖出新天地，後代亦都可以喺各自領域發展，仲可以受惠於基金會。